热烈的马戏表演为将要登场的马戏艺术节来暖身。第一届马戏艺术节就伫咧台南水沟社，将这变成马戏长仔村，打造8大知识展区，当中有巨大的马戏棚，近季节来自法国、欧洲、南韩、日本、香港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等8国家的艺术家。来到这一块地水交社，我们就很像来到国外的那样的一个感觉，所以我们才会把首届的这样一个感觉，把它放在台南这个地方。为2月22号开始，连续7天，10组团队砸来超过150场的演出。除了有马戏棚的表演，伫棚外还有市集派对，让大家不止欣赏奇幻演出，更要造予大家快乐。包括街头艺人，还有包括户外跟棚内的表演，这都是在过去台湾所没有的。也欢迎大家来到一个文化之都，也是我们马戏艺术元年能够在台南。去年马戏艺术节庆营运，伫短短2天就吸引将近5万人参与。今年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甲福卡福尔摩沙马戏团将活动搁升级，以2档1摆的形式举办，让台南市成为第一个有马戏的城市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